南丫海難事故發生至今已經13年。今日我哋一齊回顧呢一場香港近40年最大型嘅海難。時間返到去2012年10月1日，國慶節夜晚，維多利亞港本應燈火璀璨、洋溢歡樂，香港電燈公司員工同家屬滿懷期待登上南丫4號客輪，準備欣賞維港煙花。呢艘船由港燈租用，平時接送員工往返南丫島，當晚載住124人從榕樹灣碼頭啟航。船艙內笑聲陣陣，小朋友喺甲板追逐嬉戲，大人閒聊未來，有人望海面，幻想煙花歡顏。無人料到呢次嘅航程竟成香港史上最慘痛海上悲劇，39條人命永留漆黑海底。啟航之後，南丫4號駛入西博寮海峽，香港繁忙航道，船隻川流不息，但一場突發碰撞粉碎所有期望。大約8點20分，南丫4號迎面撞上港九小輪公司嘅高速雙體船海泰號，海泰號載大約100人，從中環疾駛南丫島，兩船本應錯開，卻喺命運交錯下猛烈相撞。南丫4號左舷船尾被海泰號船首撞穿，巨響震耳，乘客拋飛，雜物四散，座椅倒下，尖叫同腔喊響徹船艙。客輪設計全隱患，撞擊之後僅118秒，船頭翹起，船尾幾近90度直插海床，僅船首勉強浮水面，海水湧入，燈光閃滅，乘客掙扎求生。救生設備不足，救生圈鎖住，難即取用。兒童救生衣僅大約5%，無法保護幼童。混亂中逃生成車亡。悲劇中心碎故事無數。梁淑玲憶胞弟梁家傑，23歲港燈新員工，生前熱愛音樂同旅行。當晚負責煙花接待，滿心期待同同事共享歡樂，卻永遠留喺漆黑海底。趙炳全63歲報社編輯，因胞弟為港燈員工抽中名額，帶同妻子、女、胞姐趙少瓊同埋朋友一家3口登船。撞擊前30秒，佢望見海泰號燈光逼近，卻來不切反應。及後佢攞到救生圈分俾家人同埋朋友兒女。墮海之後，佢喺海中掙扎浮面，但姐姐趙少瓊就喺混亂中失蹤，遺體第二日喺船尾尋獲。張國康港燈工程師帶妻子女同10歲個仔張仲軒登船喺船尾甲板，當時佢留意到大約有64個救生圈。事後佢回想，登船冇船員校穿救生衣，冇標示或圖解指引，冇人提醒，冇安全簡介。撞擊之後船身急傾，現場一片混亂，佢拼命尋救生衣，不果。計張仲軒喺黑暗中被海水吞沒。黃以儀同丈夫郭賢騰帶4歲個女及3歲個仔坐船尾，撞船之後聽到個仔喊救命媽媽，伸手欲救，卻被湧浪分開，兒女2人一同喪生。黃以儀庭上濕訴佢哋嘅聲音，夜夜入夢。徐海瑩10歲女童生日當日同父親徐志偉、母親同6歲細佬登船，期待慶生兼睇煙花。撞擊之後，船尾急速下沉，徐海瑩同父親嚟唔切取救生衣，葬身大海。母親庭上痛悔未能護女，生日變忌日。袁漢輝港燈工程師帶妻子同2個仔出遊，撞擊之後失散，佢同兩子證實溺亡，僅妻子獲救。救援員喺船艙內發現多對手拖手死去嘅遺體，有人相擁致死，有母親緊抱幼兒一同罹難。場面凄慘，刺痛人心。撞擊之後大約20分鐘，首批救援隊伍喺8點45分前抵達，消防、水警、飛行服務隊奮力搶救。附近漁船亦都冒險協助救人，潛水員喺漆黑海底搜尋生還者同時間競賽。適當晚，南丫4號短時間內已經直插海床，船艙內部水流極急，能見度低，且充滿雜物，搜救難度大大增加。搜救數日，警方熱線接逾500查詢，死亡人數初步12人，及後升至39人。第日報章頭版哀號，港商渡輪慘劇，全城哀痛，稱之為40年最慘痛海上災難。
政府即設緊急熱線支援家屬10月3日及7日，港燈安排船隻接送家屬到海難現場海祭，家屬合聲震天。10月4日，全港默哀3分鐘。政府建築下半旗3日，特首梁振英帶頭默哀，市民自發喺碼頭獻花、路邊致哀，寄託無盡哀思。警方迅即拘捕7人，包括南丫4號船長周志偉、海泰號船長黎世明，控以危害海上安全等罪。調查揭南丫4號冇自動識別系統，海泰號航速過快，撞後加速離開，尾浪加劇沉沒。黎世明無留現場救援，違國際避碰公約，錯失救機。2015年，法庭判黎世明39項誤殺罪成，監禁8年。周志偉判危害海上安全罪監禁9個月。2016年，海事處助理處長蘇平志同驗船督察黃鑑清因疏忽同偽證，分別判監16同15個月。家屬痛批刑罰過輕，公義未彰。運輸局調查揭南丫4號冇水密門，撞後3艙進水，118秒沉沒。若果有門可浮逾1個鐘，增加救人機會。財利船廠董事羅岳盈供稱，為符合船身長度規例，造船嘅時候移除水密門。梧州船廠提醒未獲跟進。家屬怒斥此為掩飾漏樁，船廠穩勝計算錯漏3次，違反安全標準，埋下禍根。港燈驗船嘅時候發現異常，卻信賴船廠證書，冇向上級匯報，錯失整改機會。海事處更離譜，17年驗船，47名驗船員竟冇一人發現冇水密門，圍板高度不足，救生衣冇簡介，兒童救生衣僅大約5%，無法護幼童，層層失誤，終釀39死93傷嘅悲劇。追尋真相，寸步難行。2020年11月，警方及死因裁判法庭裁定無需研訊。律政司認為事故成因已經釐清，無意再檢控，冇人需為39死93傷承擔最終責任。梁淑玲同趙炳全不服，聯同其他家屬上訴高院。2023年7月26日，高院裁定勝訴，成功促成死因研訊，為梁家傑、趙少瓊及全體遇難者追真相。遲來嘅勝訴，部分家屬未見研訊經已逝世。2025年5月6日，研訊開庭，傳召84名證人，讀出166份書面供詞，揭新證據，顯示真相未明。斷教話冇水密門令船身安全大減，財利船廠承認設計錯誤，海事處驗船疏漏，港燈未報異常。海泰號航速過快，撞後尾浪加劇沉沒，輪班安排不當致疲勞。研訊歷時44日，9月18日結案陳詞，裁判官周慧珠喺11月13日裁決。2025年9月5日，逾40家屬聯署公開信，感謝政府、救援隊伍、醫護同熱心嘅市民，盼兌現梁振英絕不姑息同張炳良調查報告不可能不公開嘅承諾，公開港燈報告。研訊揭船廠疏忽、官員失誤，13年前嘅夜晚猶存。時間能夠治癒傷痛。鄭婉琪喺海難中的抉擇中寫道：海難後每次坐船如臨深淵。梁淑玲見煙花撕包底。趙炳全悔咒救唔到家姐。徐志勝為侄女徐海瑩同哥哥徐志偉爭真相，悲痛難平。真相未明，生者難安，死者未慰。爭取咗13年，呢次研訊結束，家屬深深體會到正義或者會遲到，卻從不曾缺席。